用细胞酱用消化肉热消化者，这是讲小电子。用消化酱即用五件、二件、重心件、受体件，即为出现可能听上学术为人解释。我哋来看。它是哪有消化热来消化的一的波音的这个讲热度一听排泄法听袂见的时候呢，那做生意来讲，小电子人文出论讲，犹如车木因性效价用古代不新的几个人这个用来消化酱，因为这用直走，这个什么呀？也毛件、阴件、重心件、受体件，因方面的十五个你讲的方面，所以毛件跟毛相两种无相像，毛相就是讲你的身体它的外口有了物件，叫做毛相。毛件就是你身体产生一种的梦想，那是叫这个梦想。所以你若用消化，你若告诉你用这个消化者，你会去做怎么样？毛件、阴件、重心件、受体件，这刚好有放条，我解释你这更来差不多时间了。所以呢，你这时间呢开始讲。哦，跟讲起有毛对应。有毛的毛人对应，对产生重心，而重心会产生了哪？重心这个梦想，而梦想了后，你会先去受者上个质量。哦，内底重心有如来地位之上，但因梦想的质量而不能进步。咱就是梦想质量的不能进步嘛。所以咱来讲，去三心，观思想。三心的过去心不可以，现在心可以，未来心也不可以。事情马上人上，就心上是这上这个所以你能定义，哦，能包括这三元，就是一个叫做正定句，这个不变，一个叫做邪定句来处理。外口人奇奇怪怪，作者个理科方面，你也能好的，也那不简单。咱修的一贯代法。咱是一贯进法，一贯台湾一贯进法，无叫你做出来个离科学奇怪怪，绝对无。该讲你讲，该情商你情商，该法你情商，该正行规你正行规，该你说些物件，咱你自己做好，咱应该做那份。所以呢，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你来我是有，拿着假风，告诉来讲，进作者。去别说他研做书，任何别个会面。哦，会议本来是咱议会人才，那是咱议会人才。咱好这点我说，这个好势，咱一建议这个力量，这么去做起来，咱做了建议个出来，咱必要做出去。哦，这个是人们讲讲哦，这个哦，基本上个定义啦，哦，啊，可能能做明白，哦，啊，所以咱肯定。不是做错的是问题的基础嘞，不是因材的是重心，任何这个观念，修道都是一体二元，正定句，有一个正定，所以你这个邪定句，有一个叫不定句，不定。这个人无定财，哪样好的招标，哪样好的招标，这张情况里面，说人家在里面，两样是过来说谁呀？哦，哎呀，在用的哪边定定的呀？哦的，过来情况下，我连刷到外头这个空调，那东西来多少倍？也先三样的，也先红豆呗。啊，你看刷变得无去啊，所以叫做不定句，所以不定就是无，所以你无就你无所谓的，你当中好点的不实性。这个物件了，信心就是坚定你的信心了后，信主，你的信心在动。信行有啥物改水？
样回旋到义务所里，你会公平爱大。你望见我规模足大，我地位足大，我真是老经理，我真是做事，我真是哪来安开始？你拢做无？其实分裂了，这当中，这叫做无成就，这叫做妄想。啊，你做官，上帝到底哦，所以上帝上界嘅，拢唔得。相反呢，非相反呢，我小心化了，所以你当中，这个叫做这个比较，这个的上面来实现，这个叫做实践，或者这个实践，这个是会第三个，咱也就是凡是地，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啦，七个，这种叫做七个菩萨，它是正经的。你北边的一个不太稳定，那个地点的形状，那个风啊顺，水啊顺，这三个你个三种，风比后边上来，水个顺，你就到位。但是第七点，那个盐水调，那个是精进，所以今日二菩萨的用过来的当中，有一个叫做精进，什么物件？海苔。这叫精进大海滩，所以独立内底。所以今日透过着讲着这物件内底，爱用啊，有足相信爱用。当然，你讲这物件较详细，来讲经文经，来讲这物件，来把这物件说清楚，讲明白。那你往往就会了。好，小品之人用文来论教，就是一文着相信法，犹如草木，就参照草木。因情孝者用在用设计出的，就是咱听了吼，就是讲你小心人，爱使大成车。以前咱同学咧使轿车，咱前头咧使大班车，咱前头咧使大班车来使咱同学嘅轿车，叫并袂啦吼，使咗顺出啦吼。我咧使轿车，人去甲使个大车。出问题，保证一百%出问题。现在讲，因为我唔爱使遐大，伊叫我使大台，甲高迄个料大，安尼细，我细袂过。因为我看咧会过，也是细袂过，伊叫做脚有问题，叫做看有问题。就是咱今日一个小成人，一个上阿罗汉的人，你来听到了，不道咧讲大乘法的人，你受袂了，你受袂了，你唔怕。因为走将进去啊，你根基无够，你挡袂了。所以真足侪社会，你讲要叫伊受一棍大法，伊无可能反骗。我你来对调来倒来引来创老话，人讲起暗要安怎？起暗要安怎？着你这你一错对，咱是安尼吼，也袂使食粉，也袂使啉酒酒。袂使来安怎者？拢做个规矩遮尔济，安尼换法度，是毋是安尼？所以做这些，所以修大成法很实现，不简单，你个情况看，尤其今日花花世界，物质这个中国的这个物质崩盘这个社会，因为咱人看人真正你点是咩事？你要相信无？无法什么米粉的，什么和牛肉啦，什么和牛什么进啊，我了地，行咧到地，当中吼，食咧到地，放咧大家干那是欢喜啦吼，所以真正你若是真正经济咧受着，你才受着。我若要享受，你就袂受着，真正，所以我一直咧担心这件代志。咱担心这代志，咱这老。我爱上老生对对，你着压塞等你，毋着太等你，拢存这个。因这今日时间，人无食素食，拢变成普通老。普通老人安怎？人这今日时势，要煮素食就食，要食较歹。因为咱讲，你爱家己要食，我是咩创创的？无煮是个人食，搞得流血过，要煮是个人食。我就会晓煮，咱讲的，就老的家乡，阮一个弟兄，老婆已经回
我若拄着食饭，我就做起来。我要煮一顿饭，我就足艰苦。但是讲煮一寡会食，你食较食较下昼，啊，所以下昼会食食较紧啊，较好看。食较会当苦到上贵。要食这三顿饭，老婆回去，过去老婆里面啊，煮了些，再今日事情，拢食错，啥物人要参？食到90岁现在还没死，讲一个我听，我开始伊修到70年，修到70年，到老来我拄着这个问题，所以咱行得着，甚至咱把刀不搞了来处理，咱一定要把这个工甲安排好势。虽然我当伊想着我来创业铸造，铸造来讲，伊伫你边边爱定会走会来，咱规定来你知然后，甚至你家挑好来。来，我来放卡拉 OK 互恁唱，甚至放新歌互恁唱，甚至讲音乐互恁听，甚至放影片互恁看。你要去听听嘛无要紧，你要去看嘛无要紧，你要讲故事嘛无要紧，互恁来到11点半食饭，再我食去困，困2点半去困，2点过来，哦。过来要考虑讲故事，还是要来哦，我影片，啊，你来来唱歌，我每次来卡拉 OK 吼，有时来7、8万，我每次来互恁唱，哦，下晡5点食饭，5菜一汤食的，甲恁载倒去，哦，甲恁载倒，你家己会方便，你家己来也无要紧，你家己无方便，才去甲恁载无要紧。互恁今日，咱老菩萨有一个尊严的观念，有一个尊严的观念。互咱的时阵，老菩萨，老人老的当夜，一日当夜，边是无大人，要食一顿饭，就家己国海食啦，国海食咧七饭，有可能就无放到泡一碗面食少。这是事实，咱拄着的问题，咱看到的问题。足侪老人到尾啊，也无变啊，看他们食小香啊，他们食小香你听无？所以他们食小香就化解啦。哦，咱新年我有这个问题出来啦，我这个方面讲什么人啦？因没有可能咱在什么上嘛优秀啦，但是咱能照顾伊。伊个内底含伊个红色都要食素食，啊，伊家这人不修顺，你家己看伊来照顾。我无够营养，伊就哦，无简单鼓励个，啊，但是当中伊不是这个。虽然当中就是因为无一个机制，无一个制度管理，所以才造成了我今年老菩萨在这当中，哦，对，所以我爱想决定要做这件代志，所以我迄日一个讲出来，我一个春节老菩萨，伊就讲，今日这种好，我赞同一万，你讲我还赞同一万啦吼，我唔是讲赞同啦，因为咱这是当中的理解，因为我这嘛要另外了解到实在问题。当然老人来一定要拿开钱，当然这个钱是把咱这个费用较摆的对了，唔是最主要是趁钱。哦，啊，咱因为一定要有资源。第二，要有人要赚；第三，要有法；第四，要有现量，还能辅导系统。所以呢，咱做理解，基本要有这个。啊，所以我希望讲，未来，咱会当互咱愈做，会当愈健康，会当对道心愈来愈强。这是咱互学未来当中啊，应该有一个尽量的处理。吼，甚至咱可行，若需要，哦，咱感觉讲。这个物件，咱买咱买20年，到尾咱就这样讲，我当相当年才有了吼，对啦吼，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心该做好，不能增长，心机之人得有如是，安尼听无？这段咧讲有意思，就是讲小气的人，哦，得有如是，就是安尼啦。这物件，因为伊我拢听大乘法，我拢闻大乘法，都是安尼吼。原有法界之地，一内底竟无差别。原
这个原就是讲，伊迄个开始，伊迄个开始，迄个原都有附属，叫做句子，叫做附属。所以咱做当天，好听，后壁报论何其诸性本具附属我，何其诸性本具实践，何其诸性本不行变，何其诸性本不动摇，何其诸性连心淡淡。因为何其诸性本具附属，所以原哦，以下代表呢，原有关键之地。咱我都讲过，每一个人在性灵无通的，在法律无通的，叫做不精不巧不灵不朽，这个叫做附属。那这个有附属，是安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个人的条件、个人的娱乐、个人的环境、个人的电脑无相相比，这个叫变化。这个属相的变化，但是你也必须注意，原这个原内底，这个经济，这个经济，这个是总数，这个总数，这个总数跟它比如这个太阳，这个太阳，是，因为分别这个所在，原这个叫原，原就是这样，有关键之地就是这样，这个叫做原。后壁咱听比较讲，一代地有差别，五代地有差别，咱各位，咱一定要知影。好性理、性格方面、论述、含义、这个关，拢总无差别，拢总相像。现在讲，因为这不是我讲，我得讲，大家众生富有如来地理的相，如来智慧而相，这是如来智慧，大家众生富有如来智慧的相，所以呢，你含过去不得，这物件不得我较紧，你冇发所以咱生命来讲，不精不简，孝理做不精不简不变不行。真正的不精不简不变不行，因为不过不行，因为伊无惊人，伊嘛无清气，伊嘛无客气，嘛无客气，伊都无，所以这个是复杂。但是伊变化再变化，这个无关了伊的一定。变化你这个变化，你这个变化，是同样的变化。但是我想问，这段甲这个有关了无？有关了无？无关系。只要无关系，伊变化甲这个差太远嘛。哦，这个魂，咱今日去搭飞机，搭飞机去搭这个，是不是？这个你若飞机若你若200-300公尺，要开起落来时阵，你看到太高天空，啊，是等下公现在来讲，我们会经过一个稳定的气流，稳定的气流。这段的气流，欧文这段的气流，伊飞机要落到山内底嘛，越长越准，因为这个是气流。但是你这段内底啊，感觉落来到这个所在，这个就是，先到这物件，这个魂，这个魂，哦，这个，这个叫做这个管，这个叫做定，这个叫做管。魂甲这个物件完全是无关系，是因为这片魂来到表杂条的，按你这个根，这个根干烧袂，这个根干烧袂，真正咧，因为咱即马就是讲，到底这点，后边这句话就咧讲，因何文化不足开放，因何文化不足开放，叫我因何文化必不能。开放，咱当作唔捌字，啊听，啊捌，啊咱家己讲山对，真讲家己个，啊不，
真正差很多。这反应，这是因烟霞欠相当，我当做这个问题。这段就是烟，这段就是烟霞也中啊。接着再讲观察，好，烟霞也中当，烟，这个在烟，咱不能做这叔叔一点，咁是安尼，多以前你有着善言，哎，恶言，你来到这个世间，你若去有着恶言，你是用财宝啊。你今有着善言，你逃不了这个是因缘，是不是呢？但这个缘。它们间是一个关联，所以就是因缘，对不对？因缘嘛，后面有这个啦，对，因缘有无嘛？因这个叫做原因嘛，缘就是来到这个世间嘛，是安怎你今日去来到这个？因为你天生就正福因嘛，正福因嘛，是无？所以你讲，今日来到这个世间，拄着遇着分这个缘，你听着。你若无坚持这个，你是搁在做艰苦哦，艰苦，你干嘛你就是在是到啥？毋是我20岁来说，来说你去笑我听，你这听这咱作笑的，当然呢，因为你就是有这个原因啦，你就是有这个根基啦，你就是因缘啦，你今日外口，今日人生今天你甲拖一个月听，看伊听。你都纯粹好，是唔是嘛？因他并不现象嘛，对不对？所以哦，他出言，听好哦，言咧传哦，言咧传哦，所以有种不高，不得为成，当然呢，成结成乐，所以在里面对人家己，对人家己一个事情，所以别人他搞不掉，想。这个想是偏无尽，所以佛教内底当中有迄个八正道，一个叫做啥正言、正思维、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正、正业、啊正念、正念、正。所以你想就是无正偏，我都讲过，正作者人道皆法，好贵的宗教。对天才的练习，你 YouTube 啊，